喺香港成長嘅你，冇食過都一定喺超市雪櫃見過灣仔碼頭水餃，唔想煮飯嗰陣最快捷嘅救星。不過你有冇諗過呢隻水餃背後其實就係上一代成日講嘅獅子山精神呢？睇完水餃皇后，我睇到嘅唔止係一個奮鬥故事，而係一個真實版本嘅吸引力法則。Hello，大家好，我係秋秋，歡迎你嚟到 Child Reality Break 秋秋唔劇透 Club。身為 Marvel fans 嘅我，上個星期滿心期待咁樣入場睇雷霆特工隊 （A.K.A. The New Avengers），點知我坐咗10分鐘，已經 sense 到爛片嘅味道，於是即走。結果誤打誤撞咁樣換咗張戲飛睇水餃皇后，冇諗過變咗改變命運嘅味道。套戲係真人真事改編，發生喺70年代嘅香港，講一位來自山東嘅女人，原本係護士嚟嘅，但係因為家庭嘅變故，意外咁樣滯留咗喺香港，帶住2個女，又唔識講廣東話，冇人脈，又冇背景，馬死落地行嘅故事。而重點唔係呢個傳奇有幾感人，有幾振奮人心，而係再次咁樣提醒咗我，吸引力法則唔係你想要乜就有乜。10幾年前開始，好似越嚟越多人講吸引力法則，向宇宙落訂單，最近仲用埋 vision board 去 manifest。但你有冇發現，有時有啲嘢越想要越冇，有時又 work，有時又唔 work，開始懷疑人生，甚至覺得個世界係咪玩緊我啊？睇住壯姑娘喺水餃皇后嗰套戲入邊，我好似叮一聲咁樣記翻起真正嘅吸引力法則。係你願唔願意經歷無數次嘅失敗，仍然選擇堅持、相信，去揾翻你真正有熱誠做嘅事。我入場前根本都冇 expect 過任何嘢，因為張飛係換翻嚟嘅，想 chill 下咁樣睇，點知完全 trigger 咗我當年喺加拿大 lockdown 嘅時候，畢業即失業，冇本地經驗又冇 network， 困住喺當地又要硬住皮頭咁樣交租生活。唔知係壯姑娘個故事太感人啦，定係我終於流咗啲曾經唔敢流嘅眼淚。因為要喺一個陌生嘅地方重新生活，嗰種孤單同埋堅毅真係唔係講得少。雖然之後慢慢我都好快咁適應，亦都揾翻啲啱傾嘅朋友，又做翻本行，但係我最後都係決定咗翻香港，希望令自己有更大嘅進步空間。但係翻到嚟好似又再 experience 嗰種 reverse culture shock。又要再重新適應，我相信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有時個結果唔係你原先想要嗰樣嘢，但係可能其實會係更適合你嘅。諗深一層，其實水餃皇后都係講一個同你同埋我一樣喺冇 backup、冇 shortcut 嘅情況下，仍然一步一步咁樣行出自己人生嘅故事。覺得有啲攰，試下入場睇下，可能都會幫到你有所得着、有所啟發。如果你哋都有試過向宇宙落訂單，無論係失敗同埋成功嘅故事，我都好想聽。希望你哋留言可以話俾我知啦。今集 Reality Break 講到呢度，每個星期我都會分享唔同嘅劇集、電影同埋音樂。下集我哋再傾，Ciao。